牛山飘逸啊，夕阳带。牛兄，你敢真是要离开？这桩亲事不是我愿意。2374六定，是你应该爱我来讲亲情。我一路迢迢来到这，回魂2字，使我心惊吓。不是我晓心要回魂，阮爹师长亲师阮，逼我应台加要煮。牛兄才是我的郎君。今仔你讲这有啥效？个个刺痛伫我心头，三匹见笑就要走，看破我头断阮刀。牛兄，应台。彼白顶演一出痴情爱，彼白脚落一尊目屎。阿嬷讲，因的代志伊拢知，有缘看一摆哭一摆，三撇。笑容爱可可，万能互强渡情海。错过人，错过爱，感情梦里着伊无奈。人生换无景，轮回换舞台，啥人有缘出，啥人会做。不管演倒一出，彼白脚就安尼的故事。阿嬷讲，可能爱情无自由，较赢自由恋爱也成欺负。谢谢蔡宗宇、周胜渊。阿 Sir， 我很钦佩你的态度，你对着这个舞台的敬重，我感觉这个态度真正真加分。我会觉得说，你愿意，以这个扮相，然后请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人士跟你这样的搭配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当然，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不乏有这样的演出，但是阿 Sir 你愿意这样的扮相，唱到安尼的台语歌，我感觉不简单。我觉得你今天的组合有这样的反差的感觉，会非常的有趣，展现了这个舞台更新的一个面貌。这个尝试，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想当艺人的人该去尝试的。我觉得这点很加分。好，今天这首歌呢，为什么会大家有感觉啊？不是因为你反串。因为太多人反串的，最主要是你有一点大哥的样子，在带弟弟出场，这个很动人啊。所以你从头到尾啊，你是非常投入，好像你才是开歌仔戏团的那个人啊。这个部分其实很动人啊。